换领号的机航第6章宝物的历史第145至151页。换领号有缘拍定伫西份的太平洋海域，透过船舱落台的陆地门的门帘，日光温柔照伫丽云轻快拨现的手指头，各位长咧吟唱的美丽的厚嘴唇。上有好鸟上好鸣，眼观早得春风情。春风卷入碧云去，千门万户该春生。伫海涌的乐声之间，我尽白甲我的喘气、我的思想、我的散心，拢灌注伫遐。最后，我伫伊的身边讲：我四界走找你，我向望你，我疼惜你。拄则我才了解，我对大海的深渊发现的，就是你。也是讲，原来我是为着接近你，才对你来到一片互人放袂记的大海。毋过，伫这生分的海上，因为咱的爱情有一类光明的火焰，你就是迄个热爱的源头。伊看看啊，对分我一口气。对船底方向，机械引进咧放的震动，甲柴油烟的臭油味，做伙拖来甲翕搁热的船舱。我感觉因可能伫要甲船修理好啊。毋过过一时啊，震动搁定去。我犹原回去教场的大厅室。我相信，若是有杨明芳的下骹手，也是其他的线索，该当伫教场上好发觉。有一个剃白头、穿白色子的先生，一个人坐伫碰椅啉酒。我伫伊身边坐落来，伊讲：我甲因讲几啊遍，讲恁毋是有芳，是安怎毋用？恁甘愿调伫遮？你敢知影因安怎用？因讲迄芳是虎做的。唉，虎做的，你甲听看几句？你知无？咱坐即只船是要去游览，毋是要来遮等死的呢。因应该甲咱讲互明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因敢毋是有讲过啊？有讲甲无讲共款，是安怎你拢袂受气？受气嘛无效果嘛，这我才毋相信。尤其你看，船长迄个日本人的气口，袂输别人拢毋捌，有影看人真无目地。因日本人我无欣赏，我想伊无一定需要你欣赏，伊可能干那想要较紧开船尔。你若毋去问伊看卖，即马船是修理甲啥物坎站啊？即个先生用极国的面看我。袂输我听着沙拉的话，会真感激伊。伊甲身躯起向前讲，是讲你知无？我听因有船员讲，其实因怀疑咱的船是互逼来食的。这哪有可能？你敢知影咱进伫倒位？鬼才知咧。毋过遐船员确实是安尼讲的，有2个泰国船员伫船头的甲板食粉的时讲的。我拄好会晓几句泰国话，所以听有。因计是人拢听无因讲话，你会晓泰国话？对啦，淡薄啦。较早我捌行过泰国蛇。哦，我看伊，伊看我的表情有淡薄碍眼。做生理啦，迄部分有机会才讲啦。我先讲因船员讲的消息。因讲安怎？因讲其实迄天船伫台湾海峡，就无照预定的航线行啊。本地航线较晚西平，毋过有发现可疑的船追踪，所以改航道。毋过我煞无听讲，当然咱是无机会听讲。海看船搁济，你是分会出啥物船可疑无可疑？因泰国船员是讲，咱先是互啥物船约，出台湾海峡了后，才雄雄越来即个所在。其中一个讲，伊行船行遮尔久。阁毋捌来过即个所在。另外一个讲，伊早就听过即个所在，只是少人来到遮。海底有真济传说，敢若无真好的迄款海菜阁济。我咧想，若咱伫遮拄着，我旧年来伫台南鸭走跳，阁毋捌拄过即款的，
实在是毋敢阁想啊啦！你到底伫倒位高就？我是交通事业。啥物交通事业？我驶计程车的。驶计程车哪会伫澹澹仔走跳？计程车是副业，去澹澹仔是去直接外落的生理。我有鼓动着，因的机票拢是我办的。莫怪你讲交通事业，都对。阁有，我甲你讲，你若要买机票、参加游览团等等，拢会使来找我。阁有委托寄卖的石头，比如讲，你想要买日本的啥物，你知影行情，阮会使代买。是讲毋通时到物件买转来，你反悔就好。所以即阵你去日本嘛是你的交通事业之一。嘿啦，罔减啦！其实我嘛退休啊，台湾、日本两边走。我伫日本东京有一间厝啊，200外平，有时爱去顺看看咧。200外平，佮讲厝啊？嘿啦，厝啊，就踮咱做人爱顾俭，这是我较熟的朋友才会去顾。毋过咱嘛拄则才熟悉尔尔，因为我看你有缘有缘。若伫东京有200外平的厝，你就通退休啊，哪会阁需要无用啥物交通事业？嘿啦，我几当前就趁起来啊！甲你讲嘛无要紧啊，较早是有行较偏门的，毋过我先讲哦。阮无较穿，嘛无较毒，所以你较早走私的，走私歹听啦。阮拢讲走咸水的，迄有好趁，当然好趁哦。过一个年，干那烟甲酒，挺好趁要几千的。过一个年，就有几千的。嘿喏，若较好的年，分要到2、3千嘛有。哇！我先讲哦，阮无较穿，嘛无较毒。阮是单纯的事业，而且我即马收山，拢开正门发大路。若用的时，拢去公山迄间大庙洗手做义工。毋过，敢拢袂互掠着？会啦，会互因掠啦。毋过，迄嘛超好诶，因若需要业绩，阮会打点放消息互因掠。弄人头啦，就是交几个替我老兵的命互因，无穿无毒，一般是药科罚金尔。当然，阮嘛会提供赏金互遐老兵，所以因是小钱要来呢。假使因若无要药科罚金嘛会使，加加关一个4、5月日就出来啊。安尼迄条药科罚金因着家己转接，反正因伫厝用嘛是用，规气入去内里罔停。阮一向做足正的，袂甲因偏。伊的面亲像家己是一个足有正义感的贼仔迄款人。比如廖天丁迄款的，安尼我知影。毋过重点是你的厝伫东京，你即阵去东京是要本地是要游览啦，单纯就是游览啦，反正用嘛是咧用，坐船看卖啊好佚佗无？结果嘛是有人委托我顺续替伊买物件。啊，即阵是要买啥？无啦，无要买啥啦。伊阁结骨起来。敢若咧保守啥物重大诶商业机密？你敢是家己一个人？你是咧问安心？行出船舱诶时，我一直咧想，假使即个人讲诶是真诶，安尼对台湾海峡着出现诶船又阁是啥物船？